真是不好意思啊，麻烦你跑了这一趟。主任，我以为你以为我已经死了是吧？我在新加坡找你找的真的好辛苦，我几乎走遍了每条街道、每个巷子，没想到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阿姨给不了我需要的金元，也一直反对我的计划，我必须从别的地方去寻找资金去完成它。那嫂子和玉玉知道吗？为了科学，就总得有牺牲。我这么做是为了保护他们。看他们母子生活的那么辛苦，我不懂为什么这叫保护。我这样做就不用再被阿姨那些什么所谓的原则呀、规矩所左右了。我当初接着出差，制造失踪，就是因为国外已经答应了给我所有研究所必须要的资金，还有保护。我答应了，我帮助他们制造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军事 AI。我以这个为借口，可以拿到所有的资金，还有时间去完成我那些个所有最伟大的科学梦想。如果这些被阿姨知道了，他们是不会放过你嫂子还有玉玉的。那夏博士和袁博士呢？既然您已经和世界上最伟大的 AI 智能领域的专家合作了，怎么会需要我呢？夏曦和袁和晴，他们的确是最擅长赋予 AI 灵魂，但是也正是那些所谓的什么原则，去阻碍了他们实现伟大科学的各种可能性。但是你不同，你行事果断，作风明快，你没有任何的包袱，所以我想请你加入我，就好像当年我们在 RE 一样，我们一起合作，可以制造出这个世界上最高端的 AI 来。最高端的 AI。对，只要你愿意，明天我们就可以进行 SOL002的所有研究计划。002。